1000年嘅喎，咁唔係千禧年咩？咁我今日用釋經嘅方法咧去研究啊，到底聖經係講乜嘢嘅咧？即係聖經係支持有千禧年，因為冇千禧年咧。有啲人咧就一聽到可能冇千禧年，哇！你唔信聖經啊？即係有啲人咁樣以為喎，你唔信聖經。我今日係用聖經俾大家睇，係大部分嘅經文係支持冇千禧年。不過喺我嚟講冇乜所謂，點解咧？我已經改變形象啦，已經如果死咗就復活啦，如果冇死就都改變形象啦。咁又被提啦，在空中與主相遇。即係千禧年派嘅都相信喺19章之前咧就已經被提啦。咁咧就已經係與主永一齊啦。咁有冇地上嘅千禧年係咪真係咁緊要咧？咁咧，因為佢哋就覺得咧舊約好多經文講到以色列點樣被高舉啊，呢個一定咧就係應驗喺千禧年嘅。但係咧，其實嗰啲經文亦都可以應驗喺神透過耶穌喺以色列人同埋基督徒中喺外邦嘅信徒中所做嘅事，彰顯佢嘅榮耀嘅。好，咁首先我哋睇一睇啟示錄20章嘅內容嚇。首先就係魔鬼被捆綁喺無底坑1000年啦。然後殉道者為主作見證，對唔住啊，漏咗個證字啊，為神之道被斬，冇拜過獸與獸像，冇受獸印記嘅人，靈魂復了頭一次嘅復活，與基督作王1000年，對唔住啊，與基督同作王1000年。然後第三咧就係撒但被釋放，迷惑列國啦。咁列國嘅人圍住蒙愛嘅城，就火從天上消滅佢哋。魔鬼被扔在火湖裏面，天地都逃避啦。白色嘅大寶座審判，信同埋唔信嘅人咧，同埋死嘅人咧都要接受審判啦。呢個大家俾咗個圖啊。千禧年派就認為咧喺耶穌降臨啦。咁咧就因為有災前被提、災後被提噶嘛，咁咧就有不同睇法。而我從聖經睇係好清楚講到災後被提，呢個係好清楚係耶穌降臨嘅時候廢掉敵基督同埋死被得勝吞滅嘅時候。如果你冇睇過嘅，你上網睇啦，會睇到我有講到嗰啲經文支持嘅。好啦，千禧年派就話殉道者同埋冇受獸印記嘅人作王1000年，然後咧就1000年嘅尾嘅時候釋放撒但，列國圍攻基督徒，咁由大審判啦。咁無千禧年派咧就認為咧1000年係代表基督徒喺新約時代作王，即係呢個就係佢作王咧就係指到我哋而家作王嘅，然後主降臨由審判咧就有永生永刑嘅。咁一陣間會大家我哋睇嗰啲不同嘅經文嚇。其實聖經除咗啟示錄20章之外，其他經文全部都係講耶穌翻嚟就係世界末日，就係審判，係永生永死嘅，係全部經文都係，包括啟示錄裡面除咗20章之外，都係咁講嘅。咁所以呢個咧係一個其實係到時我哋會知道㗎啦，即係到時知道點解係咁樣嘅。好啦，我哋而家睇個經文啦，我哋啟示錄20章1節開始，我又看見一位天使從天降下，手裏拿着無底坑嘅鑰匙和一條大鏈子，他捉住那龍，就是古蛇，又叫魔鬼，又叫撒但，把他捆綁1000年，扔在無底坑裏，將無底坑關閉，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國。等到那1000年完了以後，必須暫時釋放他。嗱，呢個講到咧捆綁魔鬼1000年，咁就1000年咧抌喺個無底坑嗰度，咁咧然後咧就封上，唔能夠迷惑列國。等到1000年之後咧，要暫時釋放佢嘅。嗱，咁咧其實咧喺啟示錄20章要講不同嘅嘢咧，喺新約聖經係有講應驗嘅。嗱，呢個係無千禧年派嘅睇法，就係咧我靠住神。喺馬太12章28節嗰度話：如果我靠住神嘅靈趕鬼，就係神嘅國臨到啦。人點能夠進入壯士家裏面搶奪佢嘅家具？除非先捆住啦壯士，才可以搶奪他嘅家財咧。即係話已經捆住魔鬼啦，就係應驗呢個啟示錄20章所講嘅係應驗。嗱，首先我講一講點解會咁樣解釋啟示錄個原因，因為啟示錄講咗，其實呢個第7次講末日㗎。如果大家有印象，第6印。就係嗰啲人咧，就喺度
要同啲山同岩石講話，哇倒在我身上啊！哇，因為咧要逃避坐寶座者同埋羔羊嘅憤怒，因為佢憤怒嘅大日嗰一日到了，即係審判嘅日子。由第7號咧又講到咧就係審判死人嘅時候，審判死人嘅時候啊，所有人審判嘅時候啊已經講咗㗎。咁亦都有講到咧，基督咧將佢個嗰個鐮刀咧就扔在地裏面咧，就殺死啲人喎。即係總之咧，其實喺啟示錄20章之前已經多次講到係聖經即係啟示20章嘅嘢落之前已經多次講嘅，重複講到耶穌翻嚟。咁所以啟示錄20章可能就係用另一個角度，天上嘅角度睇新約時代。呢個可能，不過啱啱我俾大家睇嗰啲經文嚇。由第4節開始啦，我有看見幾個寶座。呢個係咪天上咧？應該係天上。點解咧？如果地上，佢就一係話以色列嗰度有幾個寶座，邊度有個寶座？幾個寶座好似係好天上嘅感覺啊！呢個聲音太大，呢個咪。咁咧睇見幾個寶座咧，亦都坐喺上面嘅，仲係審判嘅權柄賜給佢哋。咁咧我又睇見嗰啲因為給耶穌作見證，並為神之道被斬者嘅靈魂，同埋嗰啲冇拜過獸與獸像，冇喺額上同埋手上受過佢印記嘅人嘅靈魂，佢哋都復活了，與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有幾個寶座，呢度應該係天上嘅情景，所以有可能啟示20章就講天上嘅情景嘅，就睇見嗰啲因為俾給耶穌作見證，為神之道被斬嘅靈魂，同埋冇拜過獸與獸像，冇受過額上手上受過印記嘅人咧，靈魂都復活了嗱。如果大家記得復活，保羅講咩啊？改變形象，被提在空中與主相遇。所以呢個亦都可能係講天上嘅情景，唔係講地上喎，係復活被提在空中與主相遇喎。呢度咁亦都咧有講到喺以弗所書2章5節，當我哋死在過犯罪惡嘅時候，便叫我哋與基督一同活過來。佢又叫我哋與基督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喺以弗所書2章5節講到我哋得救咧，呢個係過去式嚟㗎。死在罪惡過犯嘅時候，神叫我哋活過嚟，一齊復活，一齊坐喺天上。所以咧呢度係講到咧，信主嘅人係已經復活，坐在天上。咁呢個係一個 figurative 代表性嘅字眼，即係話我哋同耶穌一齊作王咁解嘅。即係而家已經係復活在天上嘅。咁如果你講到真係基督徒死復活咧，嗰個復活又係喺天上嘅喎，所以其實呢個情景又好可能係講到天上嘅。但係個問題就係作王1000年咁。呢個就係嗰個問題。一陣間我會講出有2節經文係令到我覺得有可能有千禧年嘅，就係呢度其中一節嚟嘅。一陣間會解釋點解嚇。OK， 第5節啦。佢就話呢個頭一次嘅復活，個問題就係頭一次復活咁咪係咩咧？咁樣，其餘嘅死人還沒有復活，直等到有1000年完了。在頭一次復活有份的有福了，聖潔了。第二次的死在他們身上沒有權柄，他們必作神和基督的祭司，並要與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呢個即係就係嗰個問題啦，就係頭一次嘅復活係乜嘢咧？咁以弗所書2章5至6節講到死咗過犯嘅時候，一齊活過嚟，一齊復活，一齊坐喺天上，係咪講呢個復活咧？因為係將來身體嘅復活咧？咁呢個咧就係即係啟示錄20章咧，係我其中唔係好明白呢啲經文嘅地方。但係我睇，我只係講出佢嘅意思，但係我唔知道到底點樣解釋，因為即係我傾向咧係覺得冇千禧年，因為聖經所有經文都係講到耶穌翻嚟就係世界末日嘅，係唯有啟示錄20章就唔係嘅，就係講到仲有1000年嘅。呢個我哋去 find out。不過都唔緊要啊，點解咧？嗰陣時已經改變形象，變為不死不朽壞嘅，所以喺地上又好，喺天上又好，都冇乜所謂。其實聖經係講新天新地嘅，到底呢個新天新地係咪有1000年係呢個千禧年國？然後跟住咧魔鬼又再作反，啲人又再攻擊基督徒咧，係咪有呢樣嘢？我哋再去睇下。好啦，第7節，1000完了，撒但必從監牢裏被釋放出嚟。咁呢樣嘢又係啟示錄20章之前又講咗嘅喎，即係話佢講嘅內容咧，之前有講嘅。啟示錄第9章1節，
第5位天使吹號嘅時候，係一個星從天上落到地上。呢個咪始終好大聲，我一埋咧就轟滾聲啊！咁咧就無底坑嘅鑰匙賜俾佢，就開了無底坑，有無底坑嘅使者，佢哋王按照希伯來話咧叫做亞巴頓，希利尼話咧就係叫做亞波倫，就係破壞者嘅意思。即係話咧就開咗呢個無底坑啦。所以喺啟示錄第9章咧係已經講咗開呢個無底坑嘅，所以咧係重複嘅，即係之前有講過嘅，開咗嗰個無底坑。即係我即係講就係啟示錄20章嗰啲嘢，係之前都講過發生嘅。跟住咧，佢哋又出嚟第20章第8節出嚟啦，迷惑地上嘅四方嘅列國。嗱，呢個好大問題嘅。喺啟示錄之前，啟示錄20章之前已經講到打贏佢哋，同埋咧19章講到食晒佢哋嘅肉嘅喎。咁啊點仲有列國咧？就呢個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咁咧就係哥格同馬國咧，佢哋聚集爭戰啦。佢哋人數多如海沙，上嚟遍佈全地，圍住聖城嘅營與蒙愛嘅城，就有火從天上降下，消滅咗佢哋。咁咧呢度我寫啦，就啟示錄19章，所有人都被殺咯喎，點解仲有人咧咁樣？咁喺19章嗰度下面嗰度講啦，可以吃君王與將軍嘅肉，以及大小人民嘅肉。嗰個獸被擒拿，假先知佢哋兩個活被扔在燒着嘅硫磺火湖，其餘嘅被騎白馬者口出嚟嘅劍殺了，飛鳥也吃飽了他們的肉，即係其餘即係其他所有人啊都被殺，食咗佢哋嘅肉。咁然後咧就第10節啦，那迷惑他們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裏，就是獸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們必晝夜受痛苦，直到永永遠遠。喺啟示錄19章20節咧，亦都講到獸被擒拿，假先知被扔在燒着硫磺嘅火湖。咁到底嗱呢度又係另一節經文，可能支持千禧年嘅，就係乜嘢咧？因為19章係講到獸同埋假先知被扔在火湖，又啟示錄20章就講魔鬼被扔在火湖。咁係咪兩次分開咧？抑或唔係咧？咁啊嗱，呢個就係其中嘅地方。我唔能夠解釋到，我只能夠話聖經係咁講，係咪分開兩次？抑或其實都係魔鬼有份咧？喺19章嘅時候，係咪魔鬼已經有份咧？已經抌在火湖裡面啦。好啦，11節就有一個白色嘅大寶座與在上面嘅，從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無可見之處。天地都逃避，不過之前亦都講咗係咁樣嘅喎。第6印啟示錄6章14節，天被挪移，好像書卷被捲起來。哇！成個天捲晒喎，山嶺海都挪移離開本位咯，即係已經係全部離開晒啦。咁咧第7碗啟示錄16章20節，各海島都逃避了，眾山又不見了。其實咧，你睇到呢啲咧，你要睇到呢個係其實末日嘅景象嘅。第6印就係講到佢哋就喺度喊啦，死啦死啦死啦。咁咧就點樣可以即係講到咧喺呢個時候咧，要逃避呢個坐寶座者同埋羔羊嘅憤怒啊！我哋呢個憤怒嘅大日，我哋點能夠面對咧？咁所以已經講到咧係佢要面對呢個羔羊嘅憤怒。咁咧同埋咧，即係已經係審判，同埋咧天被挪移啦。呢個第6印嘅時候已經天被挪移。咁啊點解仲會有世界存在咧？咁啊，即係世界點會仲存在啊？個問題就係咁啊。第12節啦。死了嘅人無論大小都站喺寶座前，案卷展開。嗱，呢個案卷原文即係 books， 不同嘅書卷記載，應該係記住所有人所行嘅嘢。並有另一卷就係生命冊。嗱，生命冊就唔同嘅，就係得救嗰啲先係記錄喺生命冊嘅。嗰啲 books 就係咧好多書卷咧就係記錄嗰啲人嘅行為。咁包唔包括埋基督徒嘅行為？因為基督徒嘅行為記錄喺生命冊咧，咁啊聖經冇清楚講到。咁可能係即係無論點都好啦，總之乜都有記錄晒啦。即係而家你諗乜嘢講乜嘢，你同人點相處，點樣發脾氣，點樣遵從神、侍奉神，乜都記錄晒。啊！咁所以更加激勵我哋更加去遵從神。同埋聖經有講到喎，喺馬拉基書3章16節，嗱，約翰福音3章16節大家記得啦嚇。馬拉基書舊約聖經最後一卷就講到乜嘢咧？嗰啲敬畏耶和華嘅人咧，佢哋談論嘅時候咧，神咧側耳傾聽，且有紀念冊喺佢面前記錄晒佢哋所講嘅嘢喎。即係話
即係神係好喜悅聽到我哋談論啊。當然喜悅我哋談論神嘅事啦。佢話敬畏耶和華啊嘛。敬畏耶和華嘅人咧，應該就唔會喺度講話三姑六婆乜嘢啊？哎呀，嗰個教友乜嘢事啊？喂，今日牧師乜嘢啊？哎呀，嗰啲同工係點樣啊？即係應該啦。敬畏耶和華咧就唔係講呢啲嘢㗎。希望大家都係敬畏耶和華啦。應該你食飯嗰時就唔係講啲三姑六婆啊呢啲就不楞嘅嘢啊，而係講到屬神嘅嘢。神就傾聽喎，神就好歡喜喎。即係話神會記錄所有我哋講嘅嘢同埋我哋諗嘅嘢。咁咧就呢度咧講到咧就按佢嘅行為。但係第7號已經講到世上嘅國成了我主同埋主基督嘅國，世上嘅國家全部成為神嘅國喎。哇！咁啊仲有咩世上嘅國剩翻咧？審判死人嘅時候也到了。嗱，呢個好清楚講到嘅，因為喺啟示20章係講到1000年完咗之後先審判死人，死了嘅人咧復活喎。咁到底喺呢個第7號有冇包括不信者？係有嘅，包括基督徒同不信者嘅。嗱，點樣啦？講到咧，牧人、眾先知、眾聖徒，凡敬畏你名嘅人，係咪包括晒所有基督徒啊？所有得救嘅人，連大大小得賞賜嘅時候也到了啦。全部咧由大到小啊都有啊。又敗壞啦，即係敗壞世界之人嘅時候也到了。就係嗰啲敗壞世界即係犯罪嘅人啦，唔信從神嘅人啦，佢哋都受審喎。咁所以咧，咪即係信同埋唔信又係死人復活啦，就即係重複講咗喎。即係呢樣嘢係你去釋經咧，你就覺得哇點解咁嘅咧？點即係到底點樣解釋啟示錄？佢睇上嚟咧就係啟示錄係一個不同嘅角度睇末日，並唔係睇呢個新約時代同埋末日，並唔係咧就順時間次序。第一樣嘢係唔係順時間次序？因為一早已經講咗審判死人㗎。好啦，第3節。海就交出其中嘅死人，死亡同埋陰間亦都交出其中嘅死人，佢哋都照個人所行嘅受審判啦。死亡同陰間亦都扔在火湖裏，這火湖就係第2次嘅死，若有人名字冇記在生命冊上嘅，佢就扔在火湖裏。即係講到咧，就係所有嘅死人受審判啦。呢個第2次嘅死，如果名字冇記喺生命冊，就抌喺火湖。馬太25章31節，如果大家記得馬太24、25章。講到耶穌降臨啦，喺大災難之後，呢個大災難過去啦，耶穌降臨啦。咁咧，然後咧就講到幾個比喻都係講到即時審判嘅。喺馬太24章最尾嗰個咪講到有啲善僕同埋惡僕嘅。嗰啲惡僕就以為主人好耐都唔翻嚟，咁啊打啲僕人啦，咁啊受審判啦。又馬太25章咧就3個比喻都係講到末日嘅，就係呢個聰明童女同埋愚蠢嘅童女，又跟住5000、2000、1000兩銀子嘅嗰啲僕人，都係嗰啲冇跟從嗰啲咧，嗰1000嗰個咧就去到外面黑喺嗰度哀哭切齒喎，嗰度就唔係天堂嚟喎，係哀哭切齒。然後第3個比喻更加好清楚啦，佢話當人子降臨嘅時候，佢將萬民聚集喺面前，好像牧羊嘅將綿羊同埋山羊聚集佢面前，綿羊喺右邊，山羊喺左邊。然後咧就同嗰啲綿羊就講咧：你做在我身上。佢話幾時做啊？你做在我嘅弟兄身上咧，就係做喺我身上啦。咁嗰啲山羊就冇做啊。咁咧幾時冇做啊？冇做在我嘅弟兄身上。然後咧，佢哋嗰啲綿羊去邊度咧？就係為佢哋預備嘅國。山羊去邊度咧？就係進入為魔鬼同佢使者所預備嘅永火。好清楚講到永火永刑，好清楚嘅。所以咧係並冇等1000年，係同時間嘅。同時間一翻嚟嘅時候，綿羊山羊就分別出嚟啦。咁所以個經文係你睇經文，你識經，即係你唔係跟傳統嘅。而家好多人咧就跟傳統啊，為信開千年，咁你睇啲經文咧就唔睇嘅喎，佢唔會留心睇嘅。點解耶穌翻嚟唔使等1000年，點解全部一齊審判嘅咧？就唔會睇嘅喎。同埋咧，當我同佢講嘅時候咧，佢哋就會好反抗。你唔信聖經啊！你聖經講咗你唔信啊咁啊！咁我話我係信緊聖經，我係用聖經去支持，我唔係唔用聖經去支持喎。因為呢個時代論講嘅嘢，好多人就以為係真理啊，以為係聖經啊。其實佢好多觀念係擺入去嘅，即係佢擺入去啲人咧好得意嘅。嗱，我以前信有千禧年嘅時候，我睇唔到啲經文喎。咁我後來詳細去睇嘅時候咧，其實係一次開始，我喺
聖經大學嘅時候，有個老師佢有一次喺我哋嘅開呢個 assembly， 即係有個聚會嘅時候咧，佢就講啦，佢話我查聖經查唔到有支持災前被提嘅經文。嗰陣時我好驚訝，我真係咧嗰陣時我開始咧就用希臘文翻譯做英文，即係對比嘅聖經去睇啊！我睇真係唔支持喎，咁所以我嗰陣時就開始各樣都反思啦，即係所有嘅神學我都反思，即係唔好聽人哋講乜就信乜啊！好啦，咁所以呢度咧講到一早已經講咗係抌喺火湖裡面。好啦，兩節經文可能支持，我講支持嘅先嚇。兩節經文可能支持嘅，呢個反應好慢啊！不如你見到我舉起手，你同我撳一撳。咁咧就係呢度講到幾個寶座同埋有審判嘅權柄賜俾佢哋，嗰啲為耶穌作見證並為神之道被斬者嘅靈魂，冇拜過獸與獸像嗱，應該睇上嚟係經歷過大災難嘅，應該係佢冇喺額上受印記嘅靈魂啦，咁咧又復活了，與基督同作王1000年，即係應該就係佢哋咧就係復活咗有1000年。個問題其實你睇翻講到保羅啊同埋眾聖徒復活嘅時候咧，喺林前15章同埋咧帖撒羅尼迦前書第4章都係講到復活改變形象，被提咗空中與主相遇，就永遠同主一齊，所以呢個係天上嘅情景嚟嘅，應該係。但係個問題就係佢哋作王1000年啊！呢個1000年係大災難之後1000年嗱，呢個就係個問題啦，係大災難。即係我一樣會講出佢哋嘅證據，不過佢哋唔係咁睇嘅，佢唔係好似我咁識經嘅，佢哋係總之話有1000年咪1000年就係千禧年啦，即係佢唔會咁樣去逐字去查嘅。咁咧大災難就有1000年，咁1000年係乜嘢咧？如果你話呢個係代表新約時代，咁應該唔係嗰陣時計啊嘛，係應該由即係耶穌嚟嘅時候開始計嘅嘛。但係呢個係由呢個嗰啲人經歷大災難之後開始計啦。呢個就係個問題，困難喺邊度？就係呢度啦。即係我會講出個困難出嚟。跟住咧，另外咧就係魔鬼抌在火湖。第19章就講到假先知同埋獸抌在火湖。咁係唔係分開兩次咧？因為一次咧，我唔知道，即係聖經咁講，咁我就唔知道係點樣解釋。好啦，即係我即係話俾你呢兩節經文就係我發覺有困難。如果唔係呢兩節經文，我就會肯定話係冇千禧年，地上冇千禧年國嘅。但係因為有呢兩節經文，所以我嘅答案係咩咧？我唔肯定。我話我唔肯定，不過我比較係接受係冇千禧年國度，因為其他經文啊。咁我而家咧就去睇其他經文啦。首先喺啟示錄已經重複講述喺啟示錄20章之前所發生嘅事嘅。不如我用手勢啊！呢個嘢都係冇乜用嘅。係啦，我用手勢，咁樣咧就即係算啦。OK， 好。咁咧就佢之前講咩咧？捆綁撒旦就係耶穌嚟到捆綁撒旦啦。基督徒作王，我哋已經同耶穌一齊作王，復活坐在天上啦。撒旦被釋放就係講到呢個第5號就係撒旦釋放啦。列國同埋基督同埋基督徒爭戰係呢個哈米吉多頓啊，同埋有不同嘅情況講到爭戰嘅。咁然後咧魔鬼被扔咗火湖裏，之前有講到呢個假先知同埋獸被扔咗火湖，天地都過去，之前有講過審判死人、審判賞賜又有講過嘅。好啦，首先捆綁撒旦就係咧喺之前已經講咗啦，就係耶穌話：我進壯士家係捆綁咗壯士，先能夠搶奪佢家財，所以佢已經捆綁魔鬼啦。請你望晒我。好啦，跟住咧就係基督徒作王，我哋咧已經同耶穌一齊活着，一齊復活，一齊坐在天上，所以已經講咗啦呢個作王。OK。好啦，撒旦被釋放就係啟示錄第9章，就係講到第5號嘅時候咧，有個星從天上降落嚟，有無底坑嘅鑰匙開了無底坑，而咧出嚟嘅使者，無底坑嘅使者就叫做阿巴頓或者阿波倫毀壞者，咁呢個可能就係魔鬼釋放出嚟。咁呢度就講到即係重複講咗嘅。咁然後咧哈米吉多頓呢個大戰啦，咁首先咧就係呢個第6碗啦，
講到伯拉大河乾了，就有咧日出之地所嚟嘅眾王預備鬼魔嘅靈咧，去到全世界眾王嗰度咧，叫佢喺神全能者嘅大日聚集爭戰。咁咧呢3個鬼魔聚集喺一處，希伯來話叫做哈米吉多頓，呢個咧就係喺加利利嘅地方嘅。已經係打仗咯，咁點解後來即係打仗已經輸晒喎？嗰啲人咧敵基督嗰啲敵擋基督都輸晒，點解仲後來仲有人咧咁？咁另外咧亦都有另外一次又講打仗喎，即係喺啟示錄唔止一次打仗嘅。咁咧就睇見有10國同10王，一時之間同埋獸同得權柄與王一樣，佢將自己嘅能力權柄俾那獸，佢哋就與羔羊爭戰，羔羊必勝過他啦，已經打贏晒啦。咁咧同著羔羊嘅就係蒙召被選有忠心嘅也必得勝。耶穌同佢一齊打仗，即係耶穌已經翻咗嚟啦，係嘛？所以其實啟示錄係多次講耶穌翻嚟，已經翻咗嚟打仗啦。咁啊，唔係淨係降臨啊，係打仗添嘅。好，然後咧就19章又講到打仗咯喎。咁咧一切嗰啲將軍啊、嗰啲君王啊、將軍嘅肉咧，全部咧食晒俾嗰啲飛鳥。咁呢個飛鳥代表乜嘢咧？就唔係好肯定啦。就係咪天使咧？因為乜嘢咧？咁啊唔係好肯定啊。咁咧就同埋大小人民喎，大小人民啊，即係無論係幾偉大幾微小啊嘅人民，即係咩人啦？咁咧獸被擒拿，其餘嘅被騎馬嘅被騎白馬嘅口中出來劍殺了，飛鳥吃飽了他們啲肉，即係全部大小人民都食晒啲肉啦。咁啊死晒，點解仲有人喺千禧年國度咧？好啦，然後咧就係擊殺列國啦，即係所有列國擊殺。1000年完了，撒但咧就被釋放，咁咧就迷惑。即係呢度聖經講到呢個列國啦，咁咧圍住蒙愛城啦，就有火消滅佢哋。OK， 下一章。即係之前有講到消滅，然後跟住又再講消滅佢哋，打仗打贏佢哋，又抌喺火湖裡面。呢個亦都係有問題，就係因為可能之前講嘅獸同埋假先知抌落火湖，但係而家咧就魔鬼，咁係唔係咧？咁我哋因為之前其實已經一齊抌晒落去㗎啦。天地過去又係之前已經講咗啦，就係咧喺第6印已經講咗星辰墜落於地，同埋首先睇馬太先啦。馬太已經講到耶穌降臨嘅時候，日頭就變黑，月亮不放光，眾星同天上墜落，天勢都要震動，已經講到天地改變嘅。馬太24章耶穌降臨唔係等1000年之後喎，耶穌翻嚟嗰陣時，而喺第6印咧就亦都講到咧星辰墜落於地，天就挪移。捲起嚟啦，冇天啦，山嶺海島都走晒啦，咁點解仲有天地咧？咁而第7本亦都係講到海島都逃避，眾山都不見了啦。咁所以啟示錄20章嗰度講到，唔通個天地去咗又翻嚟咩？咁呢個啟示錄20章你留意係天地都逃避，個天已經走咗噶啦，個天翻嚟咩？咁係咪？即係呢個就係個問題啦。同埋賞賜基督徒，同埋咧審判懲罰嗰啲不信嘅人。而喺第6印咧就講到審判咯，佢哋躲避坐寶座者嘅羔羊嘅面目同埋羔羊嘅憤怒。咁而呢度講到咧係乜嘢人都有份嘅喎，即係君王、臣宰、將軍、富戶、壯士，一切為奴嘅、自主嘅，即係我哋就係自主嘅人啦，即係唔係俾人哋掌管嘅人啦。全部都同岩石講，你倒落我身上啦，要躲避佢個憤怒嘅大日。咁所以咧，呢度講到佢哋要面對神嘅憤怒嘅大日嗰一日。好啦，翻轉頭將快。咁咧，然後咧第7號亦都係講到審判死人，同埋咧係講到呢度咧講到凡敬畏你名而大小得賞賜，即係所有基督徒啦。然後咧敗壞啦，即係敗壞世界之人嘅時候，亦都到了，即係嗰啲咧係唔聽神話、毀壞呢個破壞呢個世界，呢啲人咧都要受審判，所以咧係所有信嘅同埋不信嘅。咁然後咧，人子用快鐮刀收割，即係話咧人子降臨去審判列國啦、懲罰列國啦，就有講到咧喺啟示錄14章嗰度開始講到咧，就係人子坐在雲上嘅，就將個鐮刀扔在地上，個天使又把榮。人子又扔個鐮刀，天使又扔個鐮刀，咁又有血咧高到馬嘅嚼環，好高啊，遠有600里啊，
有600里咁遠嘅血，咁所以呢度咧又講到即係收割所有嘅人啦。好啦，咁以上咧就講到啟示錄20章之前已經講咗嘅，咁而家咧就其他原因唔支持主降臨嘅時候有千禧年嘅。但係咧，第一就係、聖經不同經文都講到一次過賞賜同埋懲罰不信嘅人嘅，一次過嘅。喺稗子嘅比喻，收割嘅時候將稗子鋪出來，留着燒，麥子就留在倉裏面嘅。撒網嘅比喻，世界末了，從義人中把惡人分別出來，丟在火爐裏，在那裏要哀哭切齒，都係講到一齊嘅。咁然後咧就馬太24章講到耶穌降臨咯，喺大災難之後降臨。咁然後咧善僕，咁咧睇見善僕咧就有福啦，但係惡僕咧就重重地處置他，定他和假冒為善嘅人同罪。在那裏必要哀哭切齒。咁所以咧嗰啲惡僕即時受審判啦。馬太25章講到愚蠢同埋聰明嘅童女，同埋忠心同埋惡僕嗰啲懶僕，都係同時見到耶穌翻嚟嘅，並冇等1000年嘅，即時受審判。由馬太25章講到呢個綿羊山羊嘅比喻，眾萬民都聚集喺佢面前，將綿羊喺右邊，山羊喺左邊，然後咧綿羊就去永生，山羊就去永刑裏面。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好清楚講到咧，就係世界末日啦。好啦，咁另一點咧就係我哋被提嘅時候，永遠同主一齊變成不死，咁啊千禧年點可以被攻擊咧？即係好似天使咁樣嘅咯喎。喺貼前嗰度4章16節，我哋會復活，咁咧被提在空中與主相遇，就永遠同一齊啦。林前15章就講到復活啦，變成不死嘅，就變成不朽壞嘅，死被得勝吞滅。我哋已經係變成不能朽壞嘅身體，係有榮光。嗱，呢個經文我冇寫出嚟，就係腓立比書3章20到21節啊，講到咧耶穌翻嚟嘅時候，我哋就變得好似耶穌咁樣嘅榮耀嘅身體，同佢榮耀身體相似啊！咁喺咁嘅榮耀身體，點可能仲可以被攻擊咧？咁同埋咧，啟示19章已經講到我哋同基督有婚宴喎，即係好密切關係咯，即係耶穌成日同我哋一齊喎。咁咧嗰啲世上嘅人點可以重攻擊咧？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問題，已經有婚宴啦咁樣。咁同埋咧，啟示之前已經講不再有時日同埋成了啦。喺啟示10章嗰度講到咧，不再有時日啦，神嘅奧秘成全啦。同埋咧，啟示11章15節呢度講到呢個第7號嘅時候咧，世上嘅國成了我主同主基督嘅國，佢要作王直到永遠。由第7碗就講到成了，一切都成了啦。咁啊點解仲有時候咧？就已經再冇時候啦。咁如果啟示錄20章唔係19章之後，如果係用另一個角度睇末日，唔係之後有1000年，咁點樣解釋咧？嗱，嗰個解釋就係咁啦。1000年可能係天上嘅角度睇新約時代同埋耶穌翻嚟，1000年係代表新約時代，即係呢個一個解釋。咁咧，被斬者嘅靈魂復活係可能指佢哋活在天上，唔係地上嘅復活，係第二次復活先係佢哋肉身嘅復活，即係佢哋信耶穌咧，與耶穌一齊復活。呢個就係以弗所書2章1節開始嗰度所講啊，耶穌一齊復活。所以呢個復活係咪講嗰樣嘢咧？但係有一個困難，因為佢講到嗰啲係冇受受印記同埋被斬者嘅靈魂啊，就係困難就喺呢度。即係總之兩方面都有困難嘅。第三啦，釋放撒旦。係啟示錄9章已經釋放咗㗎啦，撒旦已經釋放咗㗎啦，即係喺將來第5號嘅時候啊，而家未釋放啊，將來會釋放嗰陣時咧，世界亂得好緊要，啲罪又好緊要，邪靈嘅運作好緊要，好緊要，好恐怖㗎。嗰陣時咧係好多人好驚嘅，但係咧我哋有神，我哋唔需要驚㗎。咁咧就由第4咧1000年後嘅爭戰應該係主降臨嘅時候嘅爭戰，就唔係過1000年嘅。好啦，如果有天有地上嘅千禧年中基督徒有不朽壞嘅身體，永遠與主同在，所以我哋都唔使驚非基督徒傷害我哋啦。我哋已經改變形象啦。哇！嗰陣時咧就完全唔會受傷害，冇晒暗瘡，冇晒光頭，冇晒眼鏡嘅咯，唔使戴眼鏡啊！冇晒，應該冇黐肥啊，應該冇黐肥嘅，即係除非肥係神覺得係一個彰顯啊，即係係啦，即係個個健康。咁係咪個個一樣咁
咁嘅瘦咧又唔知喎，係咪？即係咪有啲肥啲，有啲瘦啲？唔知唔緊要，不過總之咧，到時都係好靚㗎啦。係啦，不朽全部變晒不朽壞，所以唔使驚。好啦，如果冇千禧年，咁我又被提與主同在，所以永遠享受神嘅同在又唔緊要嘅。咁喺天上，其實聖經有講到新天新地嘅，咁到底係新天新地，但新天新地魔鬼唔會再釋放出嚟㗎嘛，所以個困難喺呢度嘅。不過唔緊要，即係我哋睇完晒，似乎我揾唔到答案，到耶穌翻嚟咪揾答案。而家我話唔緊要，點解咧？耶穌都翻咗嚟啦，我哋都改變形象，咁有點嘅後果有咩所謂咧？即係都唔緊要嘅。咁其實有乜所謂咧？唔需要拗撬，即係話 OK。最緊要就係咪災前，因為災後被提先，呢個先係最緊要。因為聖經係清楚講到係我哋係耶穌降臨廢掉敵基督，即係大災難之後，同埋死被得勝吞滅，就係咧嗰陣時咧就係再冇死亡，就係大災難中仍然有死亡。咁所以咧最緊要係我哋預備好面對大災難。嗱，而大災難一樣好恐怖，即係先都睇到啦，魔鬼釋放出嚟啦，全世界嗰啲罪惡係好嚴重嘅，同埋你嗰啲幾個邪靈咧走去嗰啲君王嗰度咧，亦都包括佢啲軍隊全部有邪靈嘅，即係到時世界上係好多人有邪靈。咁咧我哋受印記嘅人，亦都應該係有邪靈喺身上嘅。咁所以喺嗰陣時候咧，我哋基督徒真係要不斷倚靠神，不斷靠耶穌得勝。但係神係掌權嘅，所以我哋唔需要驚呢一切。嗱，我一齊起身禱告啊！靠住耶穌得勝。嗱，如果你大家仲有要討論啊，唔緊要，你傳信息俾我，我絕對歡喜同大家討論嘅。我哋一齊禱告啊！親愛天父，我哋多謝你，因為你係掌權，你係萬王之王、萬主之主，你係得勝嘅王，你係全能嘅，所以喺你嘅手中，我哋唔使驚。有神保護我哋唔使驚，因為神掌管一切。即使喺呢個大災難嘅時期，聖經都講到咧，我哋弟兄勝過勝過魔鬼，係因為羔羊嘅血同埋我哋所見證嘅道。我哋可以靠住耶穌得勝嘅。主與我哋同在，我哋唔需要懼怕，唔需要驚。我哋有神與我同在，神愛我哋嘅，我哋行神嘅路係最好嘅。願你個名得咗榮耀，求主幫我哋站立得穩。將來有離道反教同埋好多逼迫，好多敵擋基督嘅勢力，但我哋求主幫助我哋全心全意靠住耶穌得勝，靠住耶穌得勝有餘，唔被啲嘢影響。主耶穌與我哋同在，耶穌作王，我哋歡迎耶穌而家喺我哋生命中作王。耶穌完全嘅掌管我哋生命，完全話事，我哋完全聽神話係最好嘅。我哋每一分每一秒所做嘅事、所諗嘅嘢、所講嘅嘢，都永遠蒙紀念。求主幫我哋每一樣做嘅、諗嘅、講嘅，都榮耀神，都建立弟兄姊妹，都傳揚福音。呢個係最美好嘅。多謝天父，讚美天父，榮耀頌讚歸俾你。阿利路亞！祈禱奉主耶穌聖名，阿門。請接受主嘅祝福，願主耶穌基督嘅恩典、天父嘅慈愛、聖靈嘅感動，常與我哋每一個同在，叫我哋每一樣信仰都係基於聖經，跟從聖經，亦都唔使怕魔鬼任何嘅勢力。但係我哋靠住耶穌，我哋知道罪嘅破壞性，我哋就靠耶穌得勝有餘，從今到永遠都靠耶穌得勝。